继续正大消息，来看赖清德早起公布伊竞选总部上重要的8位干部，其中决策小组的调集人是区议员，特别邀请到过去捌帮郭文泰助选的姚立明来担任着竞选总部的主委。赖清德讲，伊正敬佩姚立明无分党派为国的精神。赖清德是讲甲真坦白。 讲即届邀请到姚立明，就是要帮助伊赖清德来打败掉郭文泰。将这个制胜球交给我们的邱义仁召集人。亲手把棒球交予竞总干部手头，赖清德今仔日公布竞总干部。 过去真侪摆担任做王者区议员，搁一摆出马担任决策小组的调集人。主任委员是请捌帮助郭文泰参选的姚立明担任。姚老师对我的帮助跟之前对柯文哲的帮助有什么不同？那就是姚老师会帮助我打败柯文哲。我跟柯文哲是媒妁之言，误会而结合。 因了解而分手。一摆出马姚立明讲到和大副总统早就伫咧互动，嘛讲家己是救援到手，会尽全力过好每一局。他只有一个任务，就是不要失分，绝对不让对手追平。 核心干部内底，郑正峰点名担任副手的郑丽君，担任国潮顾问团调集人。阿元总会长就甲总统蔡英文借人才，延揽小英自由会总会长陈柏琴。另外包括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、含前主席杜永泰嘛加签。新闻主委就请前行政院长苏贞昌担任。刚好加起来就9个人，这是一个冠军的队伍。 将竞总阵营比论做一支棒球队，将有信心赢这场选举。这摆竞总主委找非民进党籍姚立明，未来内阁成员赖清德冒新想法。啊？那当然，就是社会取材嘛。 选举开始倒打胜机，不管将规划对手是谁，赖清德党内瓜找阵将做1-1的阵赢，就是希望当拼得大花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